没有。安生啊，对，起步的安生，對，謝謝。好嗱，依家準備 final 起步啦。E 組第一個 final， 聽安聲起步。好嗱 ，final 一起步啊 ！E 組都唔算太混亂，都雖然有跌車，但係都係我覺得受控範圍之內嘅。係啦，咁麻煩執完車嗰啲人就翻去執車位啦。好，啱啱先至過咗第一圈啫。咁啊，第一圈翻嚟暫時係 Eric， 跟住到小肥、阿爺、李鵬、劉淼是第五位。左下角有一串車喺度喎，小心啲啊，大家。係啦 ，final 都係唔好夾硬過車，唔需要夾硬過車嘅，兩架撞埋就大家都跌嘅會。頭車應該喺直路嘅，直路尾嗰兩架就係頭一二車啦。依家仲係爭緊，哎呀，啱啱二車就跌咗，肥啊跌咗車啊！所以 Eric 應該係走咗去啦。直路頭有車啊，小心啊！直路頭冧咗車啊喂！哇有，哇有個埲牆，試下埲牆夠唔夠硬，定係試下架車夠唔夠硬啊？頭車到啊！頭車到！我又話係我唔係拉手嚟嘅喎！做咧做啦！時間仲有3分鐘，頭車係阿 Eric， 二車繼續係小肥，三車阿爺，頭3名都係冇變到嘅。好，咁下一組可以準備啊！我哋 D 一組分別係1號阿楊、2號煙春柱、3號青 B、4號袁永平、5號 PL、6號阿基、7號紅、8號偉仔、9號大步強、10號 Bon。好，咁 D 一組嘅賽員可以準備啊！好，頭二車應該係喺直路，直路尾啱啱轉落左下角藍色嗰架就應該係頭車嚟嘅。後邊藍色係咪咧？後邊啱啱有兩架喎。哎呀！啱啱頭車好似跌咗喎，如果我冇睇錯嘅話。睇下個名次會唔會有變先？係啦，冇錯啦，依家變咗阿爺做頭車啦，跟住 Eric 依家喺直路嗰度二車追翻上去，睇下追唔追到，因為佢哋其實兩個好近嘅。咁三車變咗 Henderson。哇！中間一大串車，小心！係啊，小心啊！推車嗰啲都要小心啊！嗱，時間咧仲有1分20秒嘅，頭二車好刺激喎，頭二車都仲係咬住喎，好貼嘅喎，講緊係爭半秒㗎咋，應該喺左下角嗰度啊！會唔會手緊呢？應該係追住車尾嘅喎。哎呦，頭二車依家啱啱應該就嚟出聲灑線位啦，睇下先。繼續係阿爺同 Eric 一齊過聲灑線喎，啱啱應該 Eric 又過翻阿爺啦，條直路尾嗰度，佢兩架黐到好貼嘅。哎，啱啱又波少少啊 Eric。哇！又遇到翻 lap 車啦，睇下點處理先。Eric 繼續帶頭，跟住
阿爺繼續帶頭，跟住 Eric 就繼續2車3車小肥，康達臣跌咗落4車啦。嗰兩架頭車不停喺度換位置喎，依家。但係佢兩個都仲係黐住咁入直路尾，睇下邊個唔跌車又可以守得住。時間唔經唔覺已經過咗5分鐘啦，咁應該衝埋呢個尾圈，睇下守唔守得住先，阿爺。Eric 又追唔追到呢？可唔可以攞貼貼包落去追隻彎呢？爭下隻彎咋，爭隻彎咋！哎呀，未啊，繼續啊，繼續啊，未嗌收車啊，未嗌收車㗎，繼續㗎。好，全部完成，全部完成。呢一組頭車係阿爺，2車 Eric， 3車小肥，4車係康達臣，5車係李鵬。好，跟住係到 Dog 組。